来台南啉一碗牛肉汤，而且是现台无冷冻的牛肉，已经成为观光客一定爱品尝的料理。加上市府嘛以牛肉节来大力推销。不过，针对2025年纽西兰连关税进口7年以后，将冲击本土肉农的产业。提出议员蔡立青的烦恼，一旦肉农大量退场，敢会因为肉牛来源减少，冲击台南的牛肉汤产业，要求市府重视。间接影响的就是由我们的牛肉来源就减少，所以现在不管是我们的牛肉汤业者，还是我们酪农，都相当的紧张哈。所以未来现在评估大概会有1/3的酪农退场，不敌这个纽西兰鲜奶大军。但是咱今麦要关心的是咱台南的牛肉汤啊，这个牛脂的来源没了，我们府城牛肉汤的传奇要如何延续？其中你请坐哈，请教咱的农业局长，针对2025年这个议题，不知道我们农业局有没有什么防范的措施，还是一些辅导的措施？假使市零有的护士人减价时，当然部分会受影响。不过嘛是有咱的做这个饲肉牛的朋友，他们也看好这个商机，因专门准毛在规定专门咧饲肉牛，不是咧饲零牛的业者，所以维持在一定的一个。所以衔接的上来，农业局会去辅导我们有因应的措施。好。随着饲料成本加国际运费等增加，加上以后连关税7年进口，拢予本土的肉农真大压力。虽然中央已经提出收购契约等配套来保障农民的权益，不过敢会进一步影响牛肉市场？市府看好转型的商机，嘛表示会持续关心，延续台南牛肉汤的团结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